为何说年龄超过75岁的人，即便身体健康，也没有多少来日方长？在某个清晨的门诊，一个75岁的老人穿着整洁、精神抖擞地走进来，笑着说：“医生，我身体可硬朗着呢，血压正常，血糖也不高。您看我这状态，还能活20-30年吧？”他语气轻快，眼神里透着一种我与时间无关的自信。医生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默默翻开了老人的体检报告，看着那些正常的数据，心中却浮现出一句话：身体健康不等于还有很多时间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临床中一次次被验证的现实残酷性。75岁以后的人生，不再是多活几年的问题，而是如何活得稳当的挑战。哪怕今天身体不错，也得承认，生理系统已在悄悄撤退，只是你还没发现。健康老人这个词其实是个误会，在大多数普通人眼中，健康等于没有病，但在医学上，75岁以上的健康人其实只是暂时没有严重症状，而不是生理功能完好，这是关键的认知误区。衰老不是疾病，但它比疾病更难预防。75岁以后，大多数器官的功能下降速度加快，心肺的储备能力比年轻时减少了近一半。你可能没有心脏病，但你已经无法承受一次轻微的感染或跌倒带来的冲击。很多老人和家属都把住不进医院当成健康有余，但临床上真正让高龄老人猝然倒下的，往往并不是大病，而是小事。一次感冒引发肺炎，一场跌倒造成髋骨骨折，哪怕只是3天卧床，就可能从此再也站不起来。医学上有个词叫脆弱综合征，意思是人看起来还行，但一旦遇到身体负荷稍大的应激，比如手术、感染、搬家、换季，就会迅速垮掉。75岁以上的人几乎都处于这个临界状态，有的只是还没触发而已。很多老人的突然去世其实并不突然，只是我们太习惯用他平时很健康啊来掩盖对身体真正状态的无知。临床上，很多老人送来时已经是多器官功能衰竭，而家属还在惊讶，怎么可能？他昨天还吃得好好的。真正的健康认知，不是我爸还能活多久，而是他还能稳稳当当的活多久。这之间差了一个关键指标：功能储备。很多老人不是死于疾病，而是死于没有多余的身体能量去抵抗一次突变。老年医学中有个真实的笑话，你以为你爸是耗油的老宝马，其实他是没刹车的下坡车。意思是75岁后的人体系统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随时踩刹车打方向，一旦失控就很难挽回。有些老人活得久，不是因为健康，而是因为没遇上事。一旦遇上事，身体的应激能力决定了一切。这种能力不是靠锻炼补回来的，而是早在60岁时已经定下了大致基调。长寿不是一个静止状态，而是一场不断博弈的过程。临床上，有些老人看起来比谁都健康，但住院一次后就再也没回家。也有些人带着慢病，反而能活得更久，因为他们早早开始顺着身体活，而不是对抗身体。75岁以后，最怕的不是病，而是跌倒、感染、住院、卧床。这些看似小事，才是导致高龄老人功能迅速丧失的4大杀手。一旦卧床，肌肉消耗以天为单位，康复则以月为单位，而绝大多数老人再也没有几个月的资本。身体健康这4个字，在75岁之后需要重新定义，它不再是指标的正常，而是有没有能力处理突然的变化。哪怕只是一次餐后低血糖、半夜起夜滑倒，都可能成为生命转折点。看起来没病，是75岁之后最危险的错觉。很多人自信于长寿基因，生活习惯良好，却忘了人的生理功能不是靠意志维持的，而是靠机体系统的默契协作。一旦一个环节失衡，其他系统很难顶上。老年就是一个不断削减备份系统的过程。年轻时感冒还能熬，老了感冒可能就是住院。年轻时跌倒拍屁股走人，老了跌倒可能就是3个月不能下床。身体没有多余的弹性了。有些人问，那75岁以后我们还能做什么？答案是接受有限，珍惜当下，减少折腾。别再追求老当益壮，而是转向安全落地。别再幻想还能拼几年，而是学会稳扎稳打。真正聪明的老人不是活得久，而是把每一天都活得有节制。他们明白，任何一次没必要的冒险都可能是最后一次。